日到暝听你录唱讲过去。成大台文系台语师资班学生轮流上台发表10外首自创的台语现代诗，想要成为台语老师的因，头摆来到社内社区，跟长辈做教学经验交流，探讨如何把歪出去的语音找回来。即马是行出教室，佫拄着咱即个台南400档吼，即个课程内底就是有去关系着讲，咱会使用即个吟诗吼来展现啦。诗这物件嘛会较简单去吸引，因为较短嘛。你要下落去的元素嘛，会当较集中。大家接受会较紧。诗佫会使唱歌。阮主要师资班嘛是摆嘛是要教册嘛吼。伫学校的台语教学当中，我会感觉讲，因为即摆囡仔的精神伊会较细线。咱若是透过较有强度的即种文学的作品，囡仔的精神，但是伊较有法度去感受啦。社内社区在一当来一直推萨台语学习，透过社区营造计划进行各项台语课程，前后总共出版18本台语相关教材。即群阿公阿嬷嘛为罗马拼音开始学，到普及写诗记录家乡。也搁去考到台语证照甲教学资格，相当无简单。台语对阮来讲是一种生命，母语若失声，啥物人是安尼啊？即使若无即个母语即个语言，我感觉咱无法度去找到较早的源头。咱要使用台语互台语会当传承落去，就需要讲有教台语热情的人，伊会当伫想法讲伫社区内、伫学校内底，搁较侪人来使用伊，甲现代生活会当结合，这是阮文化局想要撒台语文伫社区营造的意义。文化局运用社区所营造的生活历史感的环境，用台语作诗写歌，因唱来自土地的声音，互母语文化传承落去。台南新闻收获采访报道。